我留嘅面粉搅啊，你呀，唔搅到樣誒，攪得如何？还可以哦。然後邊掉落去了，泡菜凍香。炸的这些菜呀、都会闻起来有那种香香酥酥的味道。Fried vegetables smell nice. 那你们英文会怎么说嘞？ Fried seaweed. Frying vegetables. 哦，我们觉得啊，草啊、海草啊、番薯啊、鸭豆全部都是蔬菜类，所以我们统称泡菜。 Yeah. 泡就是油炸的意思，菜就是所有的蔬菜，所以泡菜就是油炸蔬菜。哦，先把那个海草夹出来吧，感觉应该 OK 了。OK， I think that's about it. Yeah， 差不多都準備好嘞，可以來。泡菜，泡菜，齊齊嘅泡菜哦！赶快来买 fried vegetables. 在卖什么？泡菜就是油炸蔬菜。 Fried vegetables. 我们用当地的食材，配菜，还有番薯啊。你想要哪一种？这种的。海草的，还有 seaweed 的。泡菜冻香。 Fried vegetables smell nice. 今天来玩吗？对。嘿啊！还有第3天了。第3天了，要回去了。明天。还有1天，帮我们宣传一下。对，今天还要去这边。啊，我们是开课 ready go， 好吃帮我们宣传一下哦哈。送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很烫哦。谢谢。我们在卖什么？嗨，我们在卖泡菜。 再来1份，很健康哦。我们是用在地食材，配菜，还有番薯啊。你想要什么口味？来份海草的好了。海草 ，OK。帮我们跟董听你多多宣传，我们在这里卖泡菜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欢迎 ，Welcome。你要哪一种泡菜？海草各一个。各一个。哦，你专业。谢谢了哈。2份泡菜。谢谢。谢谢啦。安子飞哦 ，Christina。我们好像卖的差不多嘞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我可以出去玩嘞！快收，快收！耶！总算是感谢来绿岛的好朋友啊！哦耶耶耶 The fried vegetables smell nice. I hope there will be customers. 泡菜凍香，然後啊，天就會凍得意。